选举伫要到咯，再加上柬埔寨人口贩卖案件，这个四海帮、德联帮这帮派拢有牵涉其中，所以警政署是大力来扫黑，竟然扫到火力真强的 MK18改造的长枪。这种的长枪，全台湾这18支，平常时也是刑事局的地步特勤队咧使用的，想袂到乌道冒这款的枪。 加载甲抄掉了，另外嘛抓到2团的诈骗集团，这个带头拢是德联帮的名人会。阮经大动作砸车掠人，嫌犯搁咧垫车，因过伊涉嫌诈欺，早就互警方锁定啊。嫌犯互警方控制条例，拢唔敢讲话。这个诈欺集团又搁是德联帮的名人会，透过网络。 订趁外劳的广告，买人头口座，搁找细汉的控制被害人行动，若无配合，就用拍用电的名人会诈骗案件，搁唔拿这件尔。阮经冲入厝内，嫌犯倒要去便所，未付反应，就互扭出来啊！另外一边，阮经将一个查甫人双手铐掉咧压制在地，主嫌嘛是德联帮名人会31岁姓徐查甫人，因为内面册看广告，主哪讲轻松啊趁钱，只要被害人一加入这个群组，水军队甲讲趁偌济钱，拄偌济钱，等到对方投资了，会阁继续甲洗脑，总共骗40外个人，不法的得利2000万，有一个女性上班族，互人骗100几万。 另外，警方嘛伫分林嘉义超出99支无语枪，18起嘛超出5支，其中佫有 MK18火力真强，这是国内头一摆超入这款改造长枪，全台湾敢若18支，平时是刑事局督部特勤队咧使用的。柬埔寨人口贩运案，其中13件有43个人拢是帮派分子。从他的一个滞留的一个比例来看，帮派所占的比例是相当的高，那因此我们研判。 帮派介入到这个人口贩运，一定有一定的一个程度。过2个月就要选举啊，警政署大动作净化治安，袂互帮派有机会作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